示威，其中有人手持雪山獅子旗，不過就俾支持奧運嘅市民包圍。警方話一共帶走10個人，之後全部獲得釋放。馮佩樂報導。尊重人權。示威者分佈喺尖沙咀、梳士巴利道同埋彌敦道嘅兩旁。申辦奧運嘅時候作出嘅承諾。手持雪山獅子旗嘅港大學生陳巧文同網友喺柏麗大道高叫口號，要求改善西藏人權。佢哋更加企圖越過警方嘅防線，立即被幾百個手持國旗嘅市民包圍。大批警員組成人鏈，又沒收雪山獅子旗同埋標語，然後將佢哋帶走。期間，一個電視台攝影師企圖衝破警方防線。火炬手途經尖沙咀文化中心時，支持者就唱國歌，高叫中國加油，又向火炬手吶喊助威。而喺隔離4.5行動支聯會前線同埋職工盟嘅示威者就大叫口號，雙方展開罵戰，示威者一度無法前進。梗唔應該啦！今日香港人最開心嘅日子，呢啲人搞就喺度。示威者由彌敦道轉入中間道之後，一路沿住漢口道行，大批市民跟住佢哋嚟喝倒彩。我哋覺得係成功，因為我哋香港係個多元化社會，應該容許唔同嘅意見可以表達到出嚟，所以我哋可以表達到我哋呢邊嘅意見，佢哋亦都可以表達佢哋嘅意見嘅。呢啲場面周圍都發生，警員不時要將兩批人分隔。無線電視記者馮佩樂報導。